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即马收听的 Podcast 是真心网开讲，我是柯医师。这是一个用台语甲大家解说精神医学的节目。顶回咱小可甲大家介绍讲，这个精神病诊断会定义讲，什么款的情形算做判病，甲病分类讲有啥物款的病安尼。今仔日即回，咱就要来讨论讲，即个精神病症的即个原因是啥物？就是讲咱甲无共款的病症艰苦分类了，有一组一组的诊断以后，咱煞来为着要甲治疗要处理嘛，就会去研究讲，到底是啥物原因来引起一个人的精神有失常无对等的即个表现？即种找病症原因的学问，伫医学上就叫做病因学。咱用一般医学例来讲，譬如讲一个患者，伊有咳嗽、有发烧，医生就看镜头讲，这可能是肺炎，就去翕电光，电光真正照出来，肺部真正有白白一块，佮摕伊的痰去做细菌的检查，结果有培养出来讲真正有细菌，佮有抽血发现讲伊血球称悬，表示讲伊全身咧发炎安尼。有遮个资料，医生就会当判断讲，即个患者的发烧咳嗽应当是即个细菌引起的肺炎，煞来才知影安怎甲治疗嘛。所以即个细菌的本身就是即个破病肺炎的原因。毋过病因学毋是遐单纯佫会去研究讲，即个啥物款的细菌才会引起肺炎是伊是啥物过程？你来人的肺部内底，伊对个气管肺部会造成啥物影响？对全身的即个血球会可能造成啥物影响等等。所以是一个足复杂的学问。咱精神科的即个病因学较特别，就是讲，咱知影精神科的问题无法度讲直接，像讲安尼抽血翕电光，就知影是啥物部分有出问题，所以会较歹找到一个直接的引起即个精神病症的原因。毋过现代医学有足侪研究的资料累积落来，所以咱已经知影讲有足侪精神的病症可能甲某物因素较有关联性。这后壁会甲大家简单来做一个说明。其实毋管是毋是人咧破病，咱人若是小可身体无对等咧艰苦的时阵，拢会去想讲，为虾米会即摆会变安尼嘛？比如讲，我若昨困无好，我就会想讲，是毋是讲我昨伤晚困还是迄个耍手机耍伤晚，还是讲我下晡有啉咖啡还是讲我即阵烦恼较济等等。因为咱若知影原因，咱就会当做调整嘛，调整家己的行为。若是结果嘛有改变，咱就会当推论讲，即个原因甲即个结果有一个关系嘛。像讲阮逐摆啉咖啡，暗时拢会困袂去。若无啉咖啡的时阵，就感觉暗时拢困了会使。安尼我会当推论讲，确实我若啉咖啡的时阵，就会困无好。一般咧找一件代志的原因，拢是用即款思考嘛。咱若来问讲，即个来看精神科的患者，也是家属甲因请教讲，你感觉是啥物原因引起讲你会有即个变化，还是讲为虾米会破即款的病症大家就是想到一寡咱的经验内底可能有关系，佮时间较晚的代志嘛我有听过讲，有家长讲，即个囡仔变一个人，伊是因为读书的时阵交到一寡歹朋友，无以前拢好好。嘛有听过讲，这是伊是上课压力较大要联考的时阵走进去是讲伊是互人放杀打击伤大，
或是讲伊做生意失败，了足侪钱诶，也是讲厝内有亲人过往啊伤过悲伤。若讲较特别诶，有听过讲，迄个人因为困无好，伊就去算命，算命先甲讲，你就是顶世人和恁大家吼是有一寡冤仇啦，所以即世人才会困无好，也是讲去敲着无清气诶物件。即款诶想法嘛有伊诶道理伫咧啦，就是咱一般人感觉，遮个代志可能会影响着一个人诶精神，而且伊出现诶时间佫足晚诶，咱就会当作这是原因。袂输我今仔日上班特别无闲，我早起佫有食往来，我就讲是食往来，害我值班足旺诶。这嘛毋是我牵拖，真正足侪医生会安尼想。咱人就是会甲家己诶经验当作有一个因果诶关系。毋过伫科学上，你要证明讲一个因素会引起一个结果，这应该要满足一寡条件，才会当讲有成立啦。像咱头拄仔咧讲，啉咖啡会困袂去即件代志，就是若是讲科学上要证明，第一是讲即个时间性嘛，就是讲即个因素无偌久就产生即个结果，而且即个关系会当一再发生，就是讲大概啉咖啡大概拢困无好。第三就是会当找到一个科学的理由，比如讲咖啡内底就是有咖啡因即个物件，会刺激咱的神经，神经较清醒，所以就困袂去。煞来若是即个原因是会当处理的，咱医学上就会甲处理看觅。比如讲，我就拢莫啉咖啡，发现讲我的即个镜头失眠的镜头就好啊。就医学上，咱奈即几点拢有满足，阮才会讲即个原因引起即个病症。若讲到精神科的患者内底，其实敢若少部分是会即种会使直接找到原因的即种精神科的诊断。医学上就叫做续发性的精神病，继续的续，发生的发，续发性。若讲多数的患者，伊找无迄个直接的原因，咱就讲迄款的是叫做原发性的精神病。所以有啥物款的原因可能会引起一个人的精神变化咧？咱知影讲即个精神的功能，甲咱的大脑有足大的关系嘛，所以通常是一寡外来的物件，是讲身体的病症去影响着咱的大脑，才较有可能讲产生一寡精神的症头安尼。咱先来讲外来的物件影响着咱的大脑，比如讲有的人食毒品，迄种立即的毒品像讲安非他命，咱台语俗语讲安那迄款物件，迄种对脑神经是足大的刺激，所以有的人用的时阵，伊困袂去以外，伊佫会讲听到一寡无形的声音，甲伊讲话，人变足摇曳的。嘛有一寡病医用的药可能会影响着人的精神，像有 steroid，有人讲叫美国仙丹、类固醇即款物件，有的人用了，若是量较大用较久，可能暗时就会困较袂去，情绪变较无稳定。若讲是脑本体的问题，包括讲中风生物还是讲有感染还是讲有受伤出血拢有可能引起脑的机能改变，造成精神的症头。像有的人中风去伤到咱人脑管情绪的部分，就变无代无志的哭，变足郁卒的。嘛有少年人讲去车祸伤到脑开刀，结果受伤的半冬以来，拢变人足冲动的，做代志袂顾前顾后安尼。咱佫有讲到，即个若是身体有一个全身性的病症，嘛有可能影响到脑部。像讲有的人的大頷胿，迄可能是甲状腺的机能唱伤悬，英语叫做 hyperthyroidism， 甲状腺的亢进，即款的病症嘛有可能引起一个人的情绪的变化。佫有一款情形是病院常常有一寡
老岁仔人比如讲因为即个肺炎啊、尿路感染啊等等的病症来住院的时阵，因为可能因本来脑本体就有小可有淡薄仔退化，即马身体阁有一个足大压力，即款的情形嘛，定定影响着伊的脑部的机能，所以暗时就变做无困啊，若像讲会看到无形的物件，差讲要转去厝啊，这若伫病院定定会发生，就叫做谵妄，英语是 delirium。另外，若是有欠一寡对神经足重要的营养素，嘛有可能造成一寡症头譬如讲，若是老岁仔人欠叶酸即款的，可能伊的记忆就表现就会较歹。头前讲的即寡续发性的精神问题，就是讲爱去处理伊即个源头的即个原因嘛。有时若处理得好势，比如讲你的叶酸甲补充。还是讲你等伊的脑受伤了，家己慢慢好起来；还是讲你甲你的肺炎治疗好，这对应的精神症头自然就会改善。嘛，因为安尼，精神科医师会足细腻去找讲，敢有啥物可能的原因会引起即马即款的症头。特别是迄种表现较复杂的，还是讲伊的即个是第一届发病的患者，拢爱特别去思考。有啥物特别的原因引起即摆的表现？讲到这，大家应该有一个足基本的概念，就是讲人的精神的健康，甲咱的身体状况有足密的关系。特别是大脑，你的大脑若无好势，精神出问题、出状况的即个机会就会较大。毋过，这会当找到直接原因的患者。嘛是占少数啦，大部分的精神科的诊断咱无法度找到一个直接引起即个代志发生的原因，就是头拄仔讲的，这叫做原发性的精神病。意思咱想讲，即个症头毋是别的物件引起的，毋过就算毋是讲直接引起即个精神有变化，咱医学的研究嘛。互咱了解讲，有足侪因素有可能会造成讲，即个某物款的即个精神科的病症会较定发生。这个概念就甲一般医学身体的慢性病相像，亲像有人会有高血压，需要长期食药来控制血压，咱就会讲，即个造成高血压即个慢性病的因素有诚侪。医学研究，咱就知影讲。像年岁济，阁有讲有人长期咧食薰，是讲长期食酒，平常时食伤咸，罕得咧运动，人大箍，平常时压力大等等。毋是每一个人食老拢会着高血压爱食药嘛，所以嘛毋是每一个人食薰食酒久就一定会高血压。毋过你若有这个因素，你未来着高血压的机会。就会较悬。你若有这几啊项因素，同齐拢有，安尼你的破病的机会会比干那顾一个因素的人搁较悬。精神科咱讲即种原发性的精神病，嘛是共款，是足侪因素综合起来，才会产生一个精神科的诊断。咱现代医学会分3个方面去思考即件代志，就是生物学。心理学甲有社会学这3个方面，这有人英语会做伙讲叫做 biopsychosocial， 就是生物、心理、社会3方面，做伙去思考。那简单讲起来，生物学就是咧讲一个人的即个体质比如讲，伊若是厝内有人有共款的病症，因为遗传的即个因素，所以后来破即个病的机会，可能嘛比无即个体质的人会较悬小可。心理学就包括讲，比如一个人的个性甲有讲一个人若拄着压力，伊会安怎反应？像有个人伊的神经线就是足粗的，即个有拄着啥物大代志，伊若像拢无咧惊。有个人颠倒讲是足敏感的，即个
即款的心理的作用，嘛甲咱有可能有着啥物无共款的精神科的病症有关系。社会学的方面，就是咧思考讲，即个人伊的环境，毋管是家庭啊，还是讲工课啊，还是讲学校啊，还是讲伊来往的对象啊，对伊的即个人的精神有造成啥物影响？较先咱一开始讲着讲厝内有啥物变化啊，还是讲伊受着啥物打击啊，等等即款，对一个人的精神嘛会产生一寡影响。通常咱若照即个理路去思考，每一个人若是来看病，应该拢会找着若一项的因素，可能造成伊即摆的情形啦。所以咱才会讲，即个精神科的问题是较复杂，通常是足侪款因素加做伙，才产生一个结果安尼。我即摆来讲一个例，互大家参考。我前一阵仔有拄着一个为外地来咱遮读大学的即个学生，伊的表现就主要是郁卒，郁症相关的情绪的症头，困袂去啊，会流目屎啊，想袂开啊，差不多出现1个月的左右。我咧甲评估的是，就咧思考讲，为虾米伊即摆出现即款的表现？咱就对头拄仔讲到的即个3项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的因素来思考。即个患者就讲，因老母若像嘛有咧食精神科的药啊，后来详细问是讲，即个妈妈伫伊生囝了后有出现几个月即款较郁卒的情形，后来嘛需要长期食药啊，而且即个患者的即个阿姑阿姨嘛拢有即个较敏感的即种表现，所以伊的体质本身可能就是有带着一寡即种较熬的紧张啊，情绪会较无稳定的即种体质。心理学因素，咱就知影讲伊自细汉就是一个较敏感的囡仔，甲人交朋友的时阵，有时会较紧张，变做讲毋知安怎做较好较对，而且对家己的要求嘛较悬安尼。社会学因素就是讲，伊为外地搬来读大学，即个足青分的环境，阁有一寡工课压力，这拢是互伊精神引起有压力的情形。有遮个资料，咱就会推论讲，伊即摆会得到郁症，可能是即寡代志做伙加起来造成的，毋是单纯孤一个原因引起的。咱若咧治疗的时阵，就会去思考这背后的因素。有一寡因素是咱无法度控制的，毋过有一寡因素是咱会当想看办法来调整的。像讲即个体质，咱会感觉讲咱就无啥物法度去甲改变。毋过即摆医学上足进步，有一寡药是咧食，互你心情较好、较稳定的。我就判断讲，伊食即款药应该是有帮助。心理的部分，就是慢慢来调整讲，伊面对人要交朋友的时阵，迄个心态的准备，也是来训练一寡安怎向人交陪的方法。伫社会因素的部分，我就找伊的即个妈妈，找伊的老师来参详讲，是毋是学校迄边会当做一寡调整，先互伊休一阵等伊较好咧，才转去上课安尼每一方面都有甲处理着，咱就较有信心，伊会慢慢好起来。即种去找每一方面的原因，根据这个因素去设计治疗的方式的即种方法，就是咱咧处理讲原发性精神病即个共通的即个理路啦。咱后回刷来，就会甲精神医学会当做一寡治疗的即个选项，甲家己介绍较清楚咧。今仔日即回，咱就差不多讲到遮。咱有讲到讲，即个精神的一寡症头，可能是安怎来的？若是有直接原因，通常拢是甲脑受到影响有关系。
就是头前讲续发性的病，啊，大部分的患者其实是原发性的即种精神病，伊就是咱会去找伊背后有一寡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无共款方面的因素，再过来思考即个病症要安怎处理。今仔日讲的遮个因素，就是拢是找着科学的资料来甲支持的啦。我意思是讲，咱一般人咧看的即种看法啦，像讲有的人感觉会破病是即个卡着物件，还是宗教的问题引起的。这咱嘛无法度讲伊一定毋对，毋过就是无法度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所以咱就会无法度甲用伫医学面顶啦，像我有讲到，伫台湾医疗产业的人，有时会惊食往来即件代志，这是嘛是当一个较迷信的即种想法，就是咱大家感觉讲，因为往来啊，即个有往即字，所以你若食了往来上班的时阵，当日的时阵，可能会足往咧，你管的病房内底的患者就一直出代志，还是讲你敢去诊就会特别无用安尼。即种想法有人听着感觉足好笑的。毋过你看病院真正足侪医生信即套的，为虾米？因为伊逐概真正食往来，逐概拢足衰的。我有印象，佫真正有病院的医生去特别研究，像是家己的即个耳鼻喉科的医师，因就去收集资料，讲咱来比较我有食往来的时阵，甲无食往来的时阵，上班是毋是会特别无用？因的结论最后是讲无啦，拢共款，拢差不多安尼。毋过就算有即个论文，咱台湾毋敢食往来的即个医疗人员嘛是介济咧。好，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共款，若是大家对内容还是我讲的台语有啥物款的问题，嘛足欢迎寄批来甲我讨论。咱后回再会，感谢你的收听，祝大家平安健康。